台中市政府推出全國首創的空中聯合婚禮，將要贊助66對的新人坐幸福專機，為台中國際機場直飛日本的奧基納瓦，在婚禮機場完成婚禮。台中市市民聯合婚禮今年浪漫地區起果，市府舉辦示鏡典禮，頭一擺甲航空公司打造空中聯合婚禮。不是先報名先有哈，我們是最後會來一個抽籤哈，那來決定是哪66對正取，哪66對備取。民政局講，今年聯合婚禮預計邀請66對新人坐幸福航班，若是佇咧今年1月7日到8月30日登記結婚，有一個戶口設佇咧台中市的人都有報名資格。對於我們台中市來講，我們必須要做更多的這樣子的事情，因為我們面臨到的是少子化的問題。落穗新人會佇咧10月20日飛台中國際機場坐幸福航班飛到日本的奧基納瓦省，歡迎民眾報名參加。